石岐嘅四代住宅呢全面扎堆，對中山樓市真正嘅衝擊遠比想象中仲要大啊！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租神嘅 channel 啊！各位香港嘅街坊準備買房或者準備換房，甚至係手上有間樓想買嘅朋友，今日呢條片呢，我想同大家認認真真咁樣由頭到尾深入分析一下最近中山樓市最核心，亦都係最關鍵，亦都係最受影響力嘅一個話題啊！咁樣石岐嘅四代住宅大規模咁樣扎堆入市，到底對中山嘅樓市帶嚟咗啲咩長遠嘅影響呢？咁如果你最近係去過石岐啊、旗江新城啊同埋經濟總部一帶睇樓嘅話呢，你就會發現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啦。新盤呢基本上全部都係四代住宅，係冇得你揀嘅，亦都係避唔開嘅。咁以前嘅話呢，四代住宅都係一個概念嚟嘅啫，都係一個試點嘅，仲係個別項目嘅啫。咁依家嘅話呢，直情係變成咗石岐主城嘅一個主流產品啦。一個咁樣接住一個開，一個仲靚過一個，一個比一個更加注重空間啊。咁園林啊、舒適度啊、同埋實用率啊、戶嘅空中花園啊、6米嘅挑高庭院、垂直綠化同埋低容積率、大樓佢高贈送、高實用率。以前呢，大家就覺得好遠好貴嘅產品，依家呢，直情落實咗石岐嘅核心地段㗎啦。變成咗改善客、召喚客，甚至係外地客入嚟中山嗰個首選嘅。咁好多人呢就認為啦，四代住宅呢只不過係多咗一個空中花園啫，係咪先？其實唔係㗎。今次嘅話，石岐嘅四代住宅集中爆發，喺中山樓市近10年最大規模嘅一次產品換代嚟嘅，影響你唔單止係新盤賣得好唔好啊，更加影響到二手房價嘅價值，影響到你手頭上層樓究竟係保唔保值。影響到未來3到5年中山樓市嘅一個定價邏輯同埋購房邏輯，以及一個置換嘅邏輯，甚至係影響到成個樓市一個定位同埋灣區嘅競爭力啊！咁樣今日呢，我就會分幾部分同大家講透啦。第一點嘅話呢，就係點解石岐突然間會四代住宅嘅扎堆呢？第二呢，就係四代住宅一出，對傳統嘅3代住宅有幾大衝擊力呢？第三嘅話呢，就係對新房市場、二手房市場價格體系同埋一個買房嘅邏輯分別有啲咩改變呢？第四嘅話呢，就中山未來會走向一個咩嘅局面呢？咁最後呢，我就俾大家最實際同埋最落地一個建議啦。你哋而家應該係買4代定係3代呢？手頭上有樓嘅話呢，又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剛需同埋改善分別應該點樣揀先唔會輸底呢？咁首先第一點嘅話呢，點解石岐突然間會變成咗中山四代住宅最集中、最密集，甚至係最先爆發一個板塊啊？其實唔係偶然㗎，係一個政策同埋地段同埋城市定位、市場需求同埋四方合理嘅一個結果嚟嘅。第一嘅話呢，中山近幾年明確咁提出咗高品質嘅住宅建設啦。咁新出嘅地塊呢，基本上都係要求一個高標準同埋低容積率、高立體化。空中庭院，鼓勵第四代住宅嘅模式嘅。咁目的呢就提高城市人嘅居住一個品質啦，同埋配合深中通道通車咗之後，承接大灣區一啲外來嘅一啲客戶群體嘅。咁提升嘅話呢，就係一個中山成個樓市一個競爭力。咁第二嘅話呢，就石岐本身呢，就中山嘅主城區嚟㗎，老城區，政治文化一個商業中心。旗江新城同埋經濟總部嘅話呢，更加係未來10年中山重點打造一個城市封面嘅。呢個地段嘅話呢，就係唔可能再做以前嗰啲咁嘅高密度啊、高容積率啊、冇特色啊、冇品質嗰啲咁嘅傳統高層嚟㗎。第三嘅話呢，石岐改善需求呢本身係最旺盛㗎啦。本地人換房，周邊嘅鎮區入主城，同埋外地客落嚟呢邊買啲核心嘅地段。大家呢都唔再滿足於有得住就算㗎啦，而係追求一啲住得好、住得舒服同埋保值，未來會有好轉手嘅。咁第四嘅話呢，開發商依家都明白中山啲樓市啊已經唔係靠低價推升㗎，而係靠產品力、靠舒適度同埋靠差異化。咁四代住宅嘅呢就係最直接，亦都係最有效嘅差異化武器啦。所以你依家呢，你去石岐嘅見到一個四代住宅項目啊，真係一個接住一個。唔單止位置集中、規模大、產品嘅標準高同埋競爭激烈，但係同時呢，亦都令到成個石岐嘅居住檔次係直接拉高咗嘅，令到石岐呢重新成為咗中山最有價值，亦都係最有吸引力嘅一個改善板塊嚟嘅。咁問題嚟啦，
四代住宅大規模推出，對傳統三代究竟有幾大衝擊力呢？我可以好直接咁同大家講啊，簡直係碾壓式嘅衝擊啊！以前嘅三代住宅呢，係過去十幾年中山樓市一個主流嚟㗎。咁特點咧亦都係好明顯嘅，高樓層呢同埋封閉陽台啊，標準嘅公攤啊，得房率呢大概係得個75%到85%之間嘅啫。咁社區呢主要都係地面綠化，樓間距呢就一般嘅。咁空間呢亦都係規中矩㗎啦。功能呢就比較單一㗎。咁解決嘅呢就係有屋住就得㗎啦，但係解決唔到住得舒服呢個問題啊。咁四代住宅呢，依家出咗嚟呢，簡直係降維打擊㗎啦。第一點嘅話呢，空間嘅差異呢實在太大啦。戶都有空中花園、6米嘅挑高庭院，咁呢啲面積嘅話，大部分都係唔計入一個建築面積㗎。實用率輕輕鬆鬆啲去到130%或者140%，甚至係更高啊！咁同樣買120方嘅話呢，三代住宅呢可能得個3房嘅啫，實用得個9個零方到。咁四代住宅呢可以做到4房，再附增一個真正可以用嘅一個可以種咗花、飲一茶、BBQ 啊或者晾衫休閒嘅空中庭院啦，空間感同埋通透感、採光同埋通風，完全都唔係一個區別㗎。咁第二嘅話呢，就社區嘅差距太大啦。四代住宅呢普遍都係容積率低，同埋低密度啊、大樓間距啊，同埋立體嘅園林垂直綠化。咁入到個小區呢，真係好似入咗啲公園咁樣啊，舒適度啊、私密性啊同埋安靜度都好過啲傳統住宅係好好多嘅。尤其石岐嘅一個核心地段啦，土地珍貴啊，開發商庭院用啲低容去做啲品質，更加體現一個價值。第三就係居住體驗感差距太大啦。現代人買房啊，真係唔單止為咗食飯同埋瞓覺嘅，更加係注重一個社交同埋休閒啊、家庭活動啊，同埋啲老人啊、細路仔一個活動空間。咁四代住宅無論係由戶型甚至係到社區，都係圍繞改善生活咁樣去設計嘅。而三代住宅呢，更多係滿足一個基本嘅居住嘅需求啫，功能之後比較單一，體驗呢亦都係比較普通嘅。所以依家呢就出現咗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啊，只要有預算夠嘅呢，冇人再願意主動去揀三代住宅㗎啦。尤其石岐呢啲咁嘅核心地段啊，四代住宅成為主流之後呢，傳統嘅樓盤就算位置比較近都好，都會變得冇咩競爭力，到訪量少，成交慢。啲人靠降價促銷啊，或者送車位啊，同埋送裝修啊呢啲，先可以勉強走到一個量嘅啫。咁呢個呢就係一個產品換代最殘酷嘅地方啦。舊一代嘅產品呢會被新一代嘅產品快速咁邊緣化，甚至係淘汰。跟住落嚟呢，我就同大家深入講四代住宅對成個中山樓市4個最關鍵、最長遠嘅一個影響啦。咁第一個影響呢就係新房嘅市場呢徹底換代啦，三代住宅逐漸退出咗主流嘅供應啊。咁以前嘅話，中山啲新樓三代住宅佔咗90%以上嘅，依家石岐咧率先咧就進入咗個四代住宅啦。咁接落嚟啊，東區啊、火炬啊、馬鞍島啊、西區呢啲咁嘅熱門板塊呢，都會跟住政策咁樣去導向啊，全面轉向四代一個住宅。咁未來你再買新房呢，尤其一個核心地段改善戶型，基本上都係一個四代住宅㗎。傳統嘅三代住宅只能夠慢慢變成一個尾盤同埋舊項目，咁郊區嘅剛需盤咧先會出現嘅啫。對於開發商嚟講嘅話，依家再做傳統產品咧，等於係自斷出路㗎啦。客戶唔買單嘅話咧，渠道咧亦都唔推，市場咧唔認可，就算價錢再平咧，都係非常之難買嘅。所以成個行業嘅話，被逼升級啊，比拼一個園林戶型、得房率、裝修嘅標準同埋物業會所配套。樓市呢由價格內卷變成一個品質內卷啦。對於真正想住得好嘅人嚟講呢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落後嘅產品、落後嘅開發商嚟講呢就只係一個生存嘅壓力啦。咁第二個影響嘅話呢，就樓市嘅價錢體系呢會全面重構㗎啦。好嘅產品呢就更加穩陣，普通嘅產品呢更加弱啦。好多人覺得四代住宅貴，其實呢就唔一定嘅。表面上四代住宅啲單價係高，但係因為佢嘅贈送面積多，同埋實用率高，咁你計翻一個實用嘅面積單價呢，其實係平過傳統嘅住宅㗎。而且石岐啲核心地段品質同埋配套產品力啊呢啲嘅話，全部都係拉滿嘅。客戶呢亦都係願意為呢啲咁嘅價值去埋單，所以你會見到石岐嘅四代住宅開盤往往呢去化好、成交穩同埋價錢堅挺，
甚至係越賣越穩啊。咁相反，傳統嘅三代住宅呢，尤其係一啲冇地段啦、冇配套啦，同埋冇物業啦、冇產品力嘅一啲咁嘅四無樓盤呢，壓力呢就會非常之大啦。為咗搶客，只能夠不斷咁樣降價、讓利同埋延長首付分期，搞一啲特價單位，咁樣利潤呢就越壓越薄啦，甚至係蝕本走量啊！咁二手房呢就唔使多講噶啦，更加係明顯噶啦。以前可以買到啲價錢嘅話，依家呢就要讓價啦，議價空間呢就變大，同埋成交周期呢就會變長啦。大戶型同埋一啲同埋一啲郊區盤啊，同埋一啲樓齡比較長嘅一啲小區啊，呢啲嘅話呢就更加難買啦。簡單嚟講呢，就未來嘅樓市呢，好嘅產品可以穩價甚至升值。咁普通嘅產品呢，只能夠不斷咁樣承壓，不斷咁樣貶值啊。咁第三個影響呢，就中山人買房嘅邏輯徹底改變啦。以前大家買房最睇重一啲咩啦，係咪先？咩地段啊、學區啊、配套啊、價錢啊，同埋產品呢過得去呢就 OK 噶啦。但係依家嘅話呢，真係完全唔同啦。產品力已經係同地段一樣重要啊，甚至係更加重要啊。深中通道通車咗之後呢，成為大灣區嘅眼光呢都望住中山嘅。咁樣呢，深圳客啊、廣州客啊，同埋港澳客啊呢啲咁嘅客戶群體入嚟呢，佢哋見到一啲好嘅產品，住慣一啲好嘅小區呢，對一啲居住嘅品質呢嘅要求呢就會比較高嘅。咁一對比落嚟，四代住宅同埋三代差距呢，本地改善客呢亦都係一樣嘅。辛苦咗一世換樓，肯定係想一步到位，住得舒服，未來保值同埋轉手容易啊！所以依家買房啲邏輯呢，就變成咗地段加產品力加物業加配套，即係等於真正嘅價值啊！只能夠靠地段冇產品嘅話呢，已經係唔夠噶啦。咁只能夠靠平或者冇品質呢，更加係唔會成為一個主流一個選擇嘅。四代住宅嘅出現呢，就令大家明白到樓騰除咗一個住呢，仲係一個住得舒服，仲有一個保值，仲要跟得上時代啊！買落後嘅產品呢，未來一定係難轉手㗎啦，同埋比較難升值嘅，甚至一個貶值一個狀態。咁第四個影響嘅話呢，就二手房嘅市場進入一個深度嘅分化啦。未來只有少部分嘅樓呢可以保持到流通嘅啫。中山啲二手房存量呢本身呢就比較大嘅，其中超過咗90%都係三代住宅嘅。咁以前大家換樓可能會揀一間三代啊，咁依家四代一出嚟嘅話呢，所有啲置換需求呢，基本上呢面部都係全部去朝向一個四代一個新品㗎啦。咁二手改善盤呢，瞬間呢就會少咗一大批一啲接盤俠啦。未來二手房市場呢，亦都會出現一啲好極端嘅一啲分化。咁你好似啲地段好啊，同埋學區穩啊，同埋物業好啊，樓齡新啊。細戶型啊、低總價啲咁嘅三房啲，都可以承接一啲剛需同埋學區客嘅，保持到一定嘅流通性。咁你好似一啲大戶型啊、高總價同埋一啲郊區嘅大盤啊，樓齡啲又舊，物業又攤啲高密度同埋冇特色嘅一啲傳統小區呢，呢啲會越嚟越難買嘅啫，只會越嚟越平，流動性呢亦都係越嚟越差嘅，變成咗依家手頭上嘅不動產啦，就變唔成一啲現金啦。咁依家可能好多人呢都唔覺意啊，或者再過多2-3年嘅話，四代住宅大規模咁樣交付之後呢，你就會發現啦，二手房市場兩極分化呢，真係會拉得越嚟越開㗎。有人層樓呢就好輕鬆咁樣就賣出啦，有人層樓呢放成年都冇人問津啦。咁講完影響嘅話呢，我就同大家講一講中長期嚟睇嘅話呢，中山樓市究竟會行向一啲咩嘅局面呢？咁第一嘅話呢，四代住宅呢會成為一個中山嘅新房標配，尤其係一啲主城區一啲重點板塊同埋一啲改善嘅戶型。咁第二嘅話呢，就三代住宅呢逐漸會退出一啲新房嘅市場啦，只留喺一啲二手嘅市場啫，成為一啲剛需嘅兜底產品啦。咁第三嘅話呢，就樓市分化會成為常態啊，好似一啲核心區啊，好嘅產品同埋好嘅物業、好嘅配套呢就會繼續堅挺。你好似啲郊區啊、舊樓啊，同埋一啲普通嘅產品啊、弱勢嘅物業呢，就會持續承受一個高嘅壓力啦。咁第四嘅話呢，中山會憑藉住四代住宅呢啲咁嘅高產品嘅提升一個大灣區一啲競爭力啊，吸引一啲外地嘅改善客、投資客，甚至係一啲長期過嚟呢邊居住客，
由價格洼地向一啲品質高地一啲轉變啦。咁第五嘅話呢，就老舊小區傳統一啲社區呢會被迫改造升級，提升綠化物業設施環境，甚至會被市場徹底拋棄啊！咁最後呢，我俾大家一啲最實用，亦都係最落地、最有用一啲建議啦。無論你依家係一啲剛需啊，同埋改善啊、換房、賣房都好，一定要聽清楚啦。第一嘅話呢，如果你係諗住長期自住呢、長期持有、預算充足嘅話，想一步到位，我會建議你優先選擇一啲石岐呢啲咁嘅核心地段，一啲四代住宅啊，產品新同埋舒適度又高，同埋一啲保值呢又比較強嘅，未來轉手呢都會比較容易，係未來樓市一啲主流嘅資產啦，就唔會話買咗之後呢就會變落後嘅。咁第二嘅話呢，如果你係剛需預算有限，要學區亦都係要馬上入住嘅話呢，要求穩定，唔使盲追四代，可以揀一啲核心嘅地段啊，學區穩啊，物業好啊，樓齡新小戶型，而且低總價一啲三代住房呢，呢一類樓呢實用性呢比較強，而且配套呢會比較成熟，性價比呢亦都會比較高，可以滿足到你自住嘅嗰啲需求啦，亦都可以滿足到基本嘅流通性啊。咁第三嘅話呢，如果你手頭上依家有好多層樓嘅話呢，尤其一啲郊區大戶型啊、樓齡舊啊、物業差啊，同埋一啲密度呢比較高嘅一啲傳統住宅呢，我建議你趁依家呢，當有人接盤嘅話，合理一啲定價，盡早去一啲賣咗，該賣就賣啦。咁置換呢更加啲優質同埋一啲更加主流、更加保值啲資產啦，唔好再等未來真係徹底冇人要嘅時候呢，先至後悔啦。咁第四嘅話呢，未來買房呢唔單止係睇價錢，一定要睇產品啊、睇物業同埋睇地段、睇未來一個流通性。平嘢呢未必係着數嘅，咁貴嘢呢亦都係未必係抵嘅。最緊要呢就睇值唔值嘅啫。未來保唔保值、易唔易出手呢？總結一句話，石岐嘅四代住宅紮堆唔係一陣風，亦都唔係一個噱頭，唔係開發商炒出嚟一個概念，而係中山樓市真正進入咗一個居住品質提升嘅一個時代嚟嘅。咁喺產品呢，依家已經喺度換緊代㗎，市場呢亦都喺度分緊化，咁價值呢亦都喺度同購㗎啦，邏輯呢正做改變。以前買房嘅話，可能買錯當然有得改啊，未來買房嘅話，買錯呢真係可能會被上套，同埋會貶值，同埋好難轉手嘅。中山樓市呢已經進入咗一個更加理性同埋更加注重品質、更加分化同埋更加考驗眼光一個新時代。咁而石岐呢四代住宅呢，就係一個時代嘅起點啦。你睇得明呢一波嘅變化呢，加上呢個產品一啲換代趨勢呢，你買房呢就唔會買錯同埋買蝕嘅，買落後啦。咁如果你當停留喺以前買房嗰啲咁嘅思維呢，只睇一啲價錢啊，同埋就唔睇產品，唔睇未來幾年嘅話，你一定會感覺到一個樓市分化帶嚟一啲真實嘅壓力啊。咁中山樓市嘅一啲新時代呢已經開始㗎啦。咁而你嘅選擇呢，將會決定你未來5年甚至10年、20年層樓嘅資產究竟係升值啦，定係一啲負擔啊？咁今期嘅節目呢就到呢度啦。如果認同我講嘅話呢，可以 follow 翻我嘅頻道啊。我每個星期都會更新3條影片。我係 Johnson，下一期我哋再見，拜拜。